各位好，今日賽前筆記表現出色，有新訂閱我嘅朋友仔表示好滿意，大家記得訂閱加 WhatsApp 領取筆記啦。呢條影片主要同大家分享今日賽事有咩注意，因為見習女騎師黃寶妮此前已經獲准參加谷草賽事，琴日下晝佢首次喺跑馬地馬場身着騎師裝備上陣，不過佢整體表現一般，首匹出戰嘅谷草賽事楚騎銀量豪俠，最終跑完全程卻位列最後，後續策騎嘅起舞陀好、精益大師同手到再來，亦都取得咗相對靠後嘅名次。到咗第8場比賽，黃寶妮搭檔幸運星球出擊，呢匹馬臨場時係賠率7.1倍嘅熱門賽區，但係人同馬喺前半程速度尚可，後半程卻明顯乏力，最終僅以第10名衝過終點。自此，黃寶妮喺本次谷草地標賽事中所策騎嘅5匹馬全部失利，未能夠取得場勝利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賽前黃寶妮仲得到咗騎術教練高雅志嘅指導。另一方面，金成剛、潘大衛同董明朗嘅競技狀態依舊低迷，本賽季至今仍未收穫首勝。其中2位英國騎師金成剛同潘大衛嘅運氣更係欠佳。琴日2人不約而同咁喺賽前遭遇咗被馬拋下嘅狀況。喺第2場比賽中，姚本輝旗下嘅凌風傲雪進入跑道之後，將騎師金成剛拋下，呢匹馬隨後失控跑開。現場經過一番處理之後，賽事方宣布凌風傲雪退出比賽。金成剛並未受重傷，後續佢仍繼續策騎其餘3匹馬參賽，但係呢3匹馬最終都未能夠進入前3名。而到咗第5場比賽，呂健威嘅工程小子喺沙圈裏邊唔願踏上跑道，仲頻繁做出老虎跳嘅動作。呢次輪到潘大衛被馬匹拋下之後，潘大衛重新上馬繼續比賽，最終以倒數第2名嘅成績完賽。此外喺第7場廣東釀賽杯賽事裏面，潘大衛策騎賠率42倍嘅川河石區，最終成功衝進季軍位置。呢個亦都係佢本賽季第4次登上賽事領獎台。另外有隻馬真係要記住，客家之光今次贏馬，沈集成話到明隻馬遲熟，所以如今贏完有權繼續贏㗎，下次再出要再留意住。最後有個福利送俾大家，如果訂閱我頻道，然後加我 WhatsApp 電話登記，我會有更多資訊送俾大家。我 WhatsApp 電話係55269236。